慢点等，我要记物件。这几工，你所头了所去过所在，拢上在机内底啊。领导，这是你的。爸，有没有？你出去拍球啊？是啊。我开车送你去啦。唔免啦，我用开就会使啊。哦。等下，塔罗，我嘛足久无拍球，我甲你做定期好无？表哥，我今仔日是约几啊做生意的朋友，想要到球场上甲因讲一寡代志。你找人对去，恐惊无啥方便啦。敢是安尼？当然嘛是安尼。好啦，我会较早转来。另工我拨一下时间，专工陪你拍一场球，安尼好无？你既然都安尼讲啊，我搁会当讲啥？我就知影你上体贴。好啦，我来去。顺便啊，爸。这件代志以后若有时间，我再慢慢甲恁讲。我来找恁，是希望恁会当暗中安排我甲金伯见面。你真想要看到金伯是？这是当然的啊，我足思念伊的。而且即马我只认伊这查某囝尔。志强，我拜托你，请你安排我甲金伯见面，好无？ 今晚伫阮厝诶，我即马带你来看伊。谢谢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来遐济啊，我尽力互你。唔免啦，阮金华人，你紧甲叫出来，紧！我想要即马就看到伊。 金伯伫遮。志强啊，你是来搞过什么生肖？紧甲金伯叫出来，紧的哈！听我讲，金伯，我已经死。你莫伫遐纠缠我的查某囝。我知影，你要甲我金伯抢志强，所以你。 是你想好，要来欺骗志强的对无？还是你也诡计？结果咧，你这个查某囡仔好大！你看你这个，心内无骗你，金伯已经死啊！金伯，真是已经死。金伯死啊！金伯。 受不了好险，你爱吃爱。你跟我讲，是谁干害死？是谁？志强，你跟我讲，是谁甲金华害死？是谁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 结婚，啊！你唔是有林天生甲你？你莫管遐尔济，我说，你跟我讲，
给我，相信三人要求你讲啊！你去讲嘛是，是啥个还是？叶欢，你这个结果，我是要安怎讲啊？我袂记得你讲。今我要替你报仇，去印度引导。所以是哪一道？要哭要哭还是我爱走？心里都搞错的，也够林天心，我要来替你报仇。也够金龙中，连我这个亲生老母都嫁出卖啊！今嘛去找我家己的亲兄妹，一点仔都无义气，对无？叶欢啊，你别动！好万贵！阿姆，你即摆袂用出去。阿姆，若是有人知影你搁活咧，你会有性命危险。我无法度管你安尼啊子，我要去找电信我讲金龙，替我金我报仇！叶欢，好万贵啊！万贵！你一定是走来这。我金我赢，你给我走开！你赢我！你看。你给我的梦境，我爱你。为这件代志，我就再给我带你跑出去。有困你，有真侪误会你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也毋过，你是一日刀死伫你面头前。金天心，你唔是人，你连金秀都不如。你让我走开你啊！你让我走开啊！伊就想叫你紧走，你来这伊无就拎清楚。玉芬，无论你安怎冤枉我，你一定要跟我走，互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所在。伊即摆安尼是要安怎甲你走啊？伊对小秀，你甲阿姆甲阮照顾好无？对啦，你放心，伊留在遮，比其他所在搁较安全。请你回去。妈妈已经过去，你的命我想到这里了，没错。你再不改，万不改，你不应该从他的全世界中你真心来找我家。我靠你的救啊！夏教长，我落因的卡笑，你是你创啥？你派人连一个人都顾袂掉。我无迄个本事，一个人走出去，是什么人去斗相共？除了你甲我以外，有什么人知影玉芬无死？有迄个本事找到遐尼秘密的所在？敢讲有人暗中在监视我的估计行动？中医无可能，金融也无可能。有口。塔罗，饭菜拢准备好啊，都咧等你啊。有可。冤魂托梦这种代志，你要相信。
啥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咧做梦，梦见9月份规区拢是火，走倒来找我，讲要向我报仇，是我害死的查某囝。塔罗，你是咧后悔下令杀死伊是无？所以你才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对付一个反背我的人，我是袂后悔。我只是烦恼。烦恼？你是咧烦恼9月份无死是无？有可，你哪安尼想呢？是我叫武勇下手，也嘛冇看呀。敢是安尼？有可，你的态度真奇怪哦。你是咧怀疑什么？塔罗，你即摆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无什么意思啊。我是咧怀疑你是不是暗中伫调查我？敢有这个必要？敢无？塔罗，你是安怎安尼怀疑我，无信任我？那安尼，咱20年的翁某是咧做假的哦。因为我辜负你，所以你恨我。你既然这么无放心，那安尼我就离开，转去日本。有可。塔罗，你不应该怀疑我。好啦，有可，算我讲唔对话啦。我今仔拍球嘛真忝啊，我先去要休困。卡桑，你想啥？等于，我感觉恁乌道上最近怪怪，敢若有啥物代志咧隐瞒我。我希望你会当帮我调查9月份的下落。9月份敢毋是已经死啊？我怀疑无死。我要见啦，死我嘛要见死。係。我一定团结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团再起。莫伤心，身体较要紧。可是我，哪会当用我的命换金马倒转来？那安尼我死嘛甘愿。金我伫纠缠之下，若是知影有真个太太的妈妈，伊嘛甘愿啦。来啦，趁小食一点嘛。你规工什么物件拢无食。金我伊遮尔善良，不应该遮尔差到死。是我，是金勇，也阁有天性。阮三个是最后关满的人，该死的人是阮才对。无论安怎，伊嘛是你亲生囝。哪有插手我的亲生囝？是安怎会在送我上西路的时阵，根本就毋捌想过我是伊的亲生老母。怎啊知影伊会变个安尼？在我生伊的时阵，
应该甲抵死，敢若老阮金我就好。因我在世的时阵，我无好好对待伊，是吗？我想要弥补伊，永远就无机会啊！玉芬，即摆你上好弥补，就是好好照顾你家己，然后呢，金华才会放心。 我才会放心。现在你要对我这么好，在这个世界，你是属你我有我的人。玉芬，你是我的干手，永远拢是。我听你就袂服啊，免来分你咧。阿生。 我对不起你。翁某是受欠债，莫阁讲什么对不起的话。卡场关于水稿。 副社长，古林那会向走来公司啊？这真简单啦，移到台拢，甲规个移到集团交互我。这约库有一半的股份，伊是了袂放心，唔甘心，确实对我不好，所以伊唔才要来。对，伊真有可能是要让咱知影伊伫集团的地位，那无就是要禁锢你，唔通我袂来。 或者是，伊真正是想要来看卖，咱到底是创啥？那安尼，我得互伊看卖，咱要互伊做啥？科长来啊！玉哥阿姨，欢迎你高临指教。 狐狸，金明，你安怎？我不要紧。看到！你手安怎？阿姨啊，这小狗伤无要紧啊，你伫遮坐，我泡茶互你啉。 这个杀手一定是针对我来的。科长，你要紧无？无要紧啊。报告夫人，我照车牌号码交早结果印出来啊。迄台机车是伫咧1个月前报遗失的查拉车。看伊的骹手，就知影一定是这名杀手，绝对无可能留什么线索互你去查。 啊，毋过卡上并无甲什么人结冤仇，到底什么人要甲你谈？上万分外的只有一个人。周玉芬？袂吧？周玉芬毋是已经死啊？我怀疑伊根本无死。 阿姨，啉茶啦。等下，这什么茶？冻顶乌龙茶，玉哥阿姨上爱啉的。无加料哈。你即摆是咱想的什么？唔信另外想。
我啉互你看。金庸，最近实在是发生真侪代志，嘛无怪中爷安尼怀疑，你莫见怪。有毒，唔通啉，有毒。啥？老师，有毒。老师，中爷，你今日摕我的针灸阿爸来。大师。我一定会定的风云再起。金庸，多谢你连续2届救阮卡上。金明，金明，先生，即摆情形安怎？较早是夫人即时用针灸防水的迄个，伫个病院洗胃，甲解毒剂一个注射，目前症状现象已经较缓和了。检验报告讲，这是一种真强的神经性毒，只要一锁啊，就会当治人的性命。虽然暂时脱离了险境，不过无人敢保证讲无病危，所以有任何的问题，一定要赶紧甲阮通知。多谢你。金明，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我无要紧啦，这地是我泡的，不过我真正唔知影，谁那内底有毒啊！我敢知影，我是年纪8地，啊若无，就算讲我跳去淡水河内底嘛洗袂清。无要紧。到底是啥物人要害咱啊？中医，我甲规家伙的安全问题，全权交你来处理。你竟然互人来厝的一摆搁一摆安尼下毒，你要安怎向我交代？塔罗，你莫搁责备中医啊啦！我家己心内有数。不管安怎，我拢真感谢金庸会当无顾性命来救我。这份情，我会记在心肝底。好啦，金明，我你记好阮一寡，我先出来。好啊，大家拢先出去，我金明休困。好佳哉，你差一点仔，就会去营造地府报道。是讲哦，你若是无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对家己下毒招，是无可能骗过约克，得到伊的信任，对无？到底是啥物人伫我后面逼鬼？我相信，这个人绝对是咱熟悉的人。你认为是啥？多少？你捌讲过，表面上看起来上无能力、上互人看袂起的，才是上可怕的。一个查甫人上大的侮辱，就是互人夺妻夺囝。你应该知影我讲啥。金满山。这山顶的空气真新鲜，啊，感觉嘛生甲真水。来，去边看看咧。媳妇，较注意。好，我知影。我来好不？我家己来就好啊。
师妹。哎呦，那干妈甜，你两个比干妈较甜呢？你看。 七强，你搁想去棒球啊？我嘛想去金庙，唔知什么原因会变甲安尼。是我的囝婿才对。可惜阮金哥。你即摆是要倒啊？我要甲阮金哥点样啦。阿姆啊，为着你的安全，你还是尽量较莫出去。拄则我住喺甘仔园都无代志，是安怎即摆袂要出去？阿姆啊，甘仔园迄个所在真偏僻，真少人会去，所以阮才会带你去遐行行咧。无用诶啦，我唔管，我即摆要出去。阿姆，阮即摆要赶去开店，你一个人去，阮袂放心啊。啊，无连工，阮陪你做伙来好无？ 玉芬啊，我咧拄啊转来尔，啊未见休困，是要去倒啦？阿伯，阿姆讲伊要着今晚念香啊。万山，恁若大家拢无用，不要紧啦。我有当家己一个去甲金哥念香，我也毋是囡仔。无啦，我陪你去。阿伯，无要紧。 我会注意安全。你影响开店，咱若无阿鲁伯吼，会伤客无缘，吼。是想妈妈，你还会记得讨帮我妈妈？今我听到啊，伊会欢喜的啦。行啦。是我错大大，拢是我唔对，报应应该在我身上啊！现在拢在来金我的身上啊！ 应该是有背吧，是林天生，唔是你。若唔是见我认为林天生害死你，伊嘛袂起笑，就去替你报仇，所以等于是林天生害死金元。也毋过，这摆电脑讲成是金元害死家己的老爸，对方是为着要保护家己，不得已才出手甲伊拍死。即摆。 连法律拢无法度替咱救援，讨回公道。
无你坐一下，我来去买水。我实在无法度拍着身上的罪孽活伫这个世间的。查某囝我的时阵，我无资格做伊的妈妈。即马查某囝死啊，我只好以妈妈的身份替伊报仇，嘛是替我家己赎罪。搁再一遍，多谢你的体谅，你的包容，我先走。 我一定我一定会红魂再起，红魂再起。真正想袂到呢，咱的水果生意哦是愈做愈好啦。一下晡了就卖光光。是啊，若讲继续落去啊，咱真紧会当开分店。 田副总裁，对于这头经过的钱哦，唔拿清班啦。这小小的水果行的生意，对你来讲算啥物？你这嘛是咧踢球嘛？你唔通袂去哦，阿伯有讲过哦，万长高楼边地起。你唔通看袂起咱种水果生意，这做了吼，赶快会当完成你三级棒球训练营的理想呢。因为我认为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理想当等，即摆上重要的是爱赶紧互你去动手术。 我无要紧啊，我坚持爱先完成你的理想。我嘛坚持，一定要先你动手术。你听。我恁即摆是安调教晓？啊，一个人溜一步是会死晓啦。我甲你讲，手术嘛爱做，训练营嘛爱做 ，OK？ 哎呀，要安怎啦？伊走去啊啦！ 这若要报仇会出人命哦！我即摆找金苗，请伊做事妈妈。好，咱做回来。好，行。阿伯，我一个人去就好啊，咱想一个人去对不？啊，你去也无较好啦。好啊，莫阁讲啊，你比较等我小心。无，你较细腻呢。 你才拄为鬼门关回来，应该等身体较好一点嘛，才回来公司上班嘛。安怎？几工无坐到副社长的位，会思念啊？这一切拢是我用性命换来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惜。毋那是你的命，佮加上警官，还讲着阮妹命，歹势啊！ 我讲到你伤心的所在。好啦，去会计部摕这几工的报表互我看者。嗯。金苗，我有话要单独甲你讲。明日啊，毋是叫你去会计部。 出去的时阵会记得甲门关好好。是。
日叫，有啥物代志？恁妈妈即摆有性命危险。伊即摆是咧讲啥的？阮妈毋是早已经死啊！我相信恁妈妈所写的字，你应该会记得。 都想叫我甲阮妈妈是安怎要骗我？伊是安怎要我逐工良心不安？是安怎要我受尽痛苦？伊为什么要安尼做？金明，你即摆所爱关心的，毋是这件代志，你爱去做的，是去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。金明，敢问你想要看到你妈妈死第二遍？ 卡桑，你插花的手艺愈来愈好。花刀讲究的，毋但是外观的水，还佫必须要有内涵。卡桑，你插这个花是属于什么料的？我今仔插的是小源流的风格，看起来线条简单流顺，但是外流内刚。对啦，金明的病有较好无？平常敢若无伫咧房间，好常常出去啊。敢无讲去倒？我即马敢有这个资格，会当问伊去倒？金明，医生毋是讲你需要静养，啊你走去倒去？伊都有哩，出代志啊！看恁两个遐紧张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阮妈无死。 就真正无死。伊都有哩，金明伊妈妈一时无法度接受金怀死，精神状况毋是讲真好，我惊伊做出无理智的代志，所以我应甲金明讲，希望金明会当阻止伊妈妈做出讲代志。卡桑，金明，你啥人要第二摆找你妈妈？伊都有哩，你千万毋通误会。 阮是惊金明伊妈妈会找恁报仇，甲大心人大，再报应来甲你讲这件代志。中医，加派几个人，24小时保护约看伊安全。紧去找酒。手一透早，就叫阿妈陪伊出去。紧打电话给伊。 赶快手去对伊，叫亚妈随甲伊带回来。嗨。何してるの？ブラジャーパンツ欲しい？ 我怎么走？我就上动。
拢准备好啊。季后芬若是敢来，绝对袂互伊走去。我烦恼毋是季后芬，我是惊伊去伤害季后，偏偏季后手机敲袂通。阿姨啊，这个身躯边有影嘛伫咧，我想你唔免烦恼。什么？紧卖人去吹啦！卡萨，也嘛讲季后伫刺伤的时阵，人煞无去。敢讲啊？真正互我摇着啊！季后芬对季后下手啊！我是？六哥，身躯无看人，我啥你搁会认？季后伫你的手头中。无毋对。季后芬，你若敢伤害季后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我知，你这个查某人的手头，我早就已经领教过。也毋过，即嘛是你的查某囝伫我的手头，由我来做主。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一定拖定的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。也毋过，即嘛是你的查某囝伫我的手头，由我来做主。你到底想要安怎？真简单啊，这是咱两个查某人的战争，就互咱两个人面对面来解决，不准任何人出手。照你答应，一个人来赴约，然后呢，你的查某囝就会平安无代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紧讲，伫对见面？阳明山青山道的甘仔园边仔有一个树林，你即马说过来。甘仔园边仔的树林，会记哩。若是我看到任何人对你做阵来，那呢，我向你保证，一世人你永远就免小想搁看到你的查某囝。好，我是。阿姨，阮妈真正甲七号吵走。你倒回，你约伫什么所在？咱赶紧来救七号。这是我甲季后芬两个人的代志，我要家己去做一个了断。你向你莫插手，若无，敢若会害着季后。阿姨，我讲过，向龙不准插手。中医，你负责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嗨。阿姨，歹势，头拄阮靠上讲的话，恁两个拢听着。中医啊，你即摆是创啥？有看伊一个人去，一定有危险。我是副校长，二都校长无伫，一切由我做主。搞啥鬼？即马七号安全上面，除非恁两个甲我拍好倒，啊若无，拢免想要出去。中医啊，讲话底去就袂赴啊啦。甘仔园边的树林。金苗，我知影约伫什么所在。伫什么所在？我今日带你妈妈去甘仔园的时阵，有经过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真偏僻。我想你妈妈一定约伫遐。迄个所在在倒位？就伫阳明山青山道甘仔园边的树林。只有叫阮掠去，一到阳明山的树林。好，我随赶过。有啊，头前倒来。嘿。阿长兄，中医，阮爸有话要甲你讲。讲啥？看。小亮，喂，爸，金苗，你今仔人伫倒位？已经上山啊是？我随了，你家己较细致啊。我知。
你对，只有，周玉芬，算你听话。我一个人来，只有伫倒位？你搁不只小心，无找其他人做阵。我既然小心又来，你就应该紧放只有走。咱平平拢是人个人，谁说你遐尔关心你的查某囝，遐尔保护你的查某囝，就咱无讲阮查某囝死哦？你的心肝爱这尔弱，一定要让我的查某囝死。你若甲我有关系，做你也找我，谁人要对我的查某囝下毒手？我只管问我家己，谁做要甲我呢？当初你若连我做阵害死，哪会一切代志拢无啊？我无想要甲你加讲话，只有到底伫倒位？我会继续去活，这一切拢是为着我的查某囝期待。今仔日，我就要替你讨回这边迄罪。到底想要安怎？迄罪迄样，今后社会毋是拢安尼？你看嘛，你上手，白泡泡幼绵绵，会晓插花果要泡，对啦，佫会晓替天生掠人对无？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是就是用这双手去买到天生的？我搁问你一摆，我的查某囝只有到底伫倒位？你若是想要知影，真简单啊！只要你自毁双手，我就甲恁查某囝下落甲你讲。安怎？你唔答应是？你害我，佮害死我的查某囝，我要伫你一双手，已经真烦伊啊！又可，我掠准讲你是偌爱恁查某囝，原来你爱你家己的手，胜过恁查某囝的性命。你莫逼我！你若唔答应，就准拄煞。那我向你保证，永远免想要看恁查某囝。周耀辉，莫走！周耀辉，你听阿公叫你到位！周耀辉，你莫走！周耀辉！周耀辉，你莫冲动，有啥物话实在慢慢讲，你莫伤害只有。这摆嘛知影，为家己的查某囝烦恼受惊的心情啊吼！只不过是爱你家己，毁掉你家己的双手嘛。从今以后，咱两个人也无相欠。当时你还阁当救回家己的查某囝，这尔的后生理，敢就阁需要考虑？你答应要答应无？你若是不答应，我就甲恁查某囝杀死，然后自尽。我伫我有想要死过，可是一遍哪有啥物好惊？也毋过你都爱目睭金金，看你家己的查某囝死在你的面头前，你的良心会不安哦。只有。叫可，你若讲唔答应，我这个都是唔担啦。只有。叫可，想袂到你的心肠是铁拍的。既然恁查某囝的命对你无要紧，那安尼你就莫怪我。我求你莫伤害我的查某囝，我求你莫伤害只有。我算到三，只要你家己的手毁掉就。一、两。奇妙，上！我不是你妈妈，被你侮了。阿姨，莫谈我妈妈。你给我闪开！阿姨，今晚拢已经死了，安尼敢讲我无搞笑？
你知影失去小妹的痛苦，就更加应该知影，我绝对袂允准你可能伤害我的查某囝姊哦。你甲我闪开！阿姨，我本来就不是好囝，虽然这个查某无够资格做我的妈妈，啊，不过不管哪讲，伊是生我幼的人，我是绝对无可能，互你当我的面甲伊刣死。阿姨，我求你帮你一条生路好无？你免求这种查某，我今仔日嘛是为着我的查某囝金冠，要带你外出赛哩，为伫我外这个世界，嘛已经无意义啊！不如较早去陪我的查某囝，我无需要你替我求情。妈，你有听到无？这款查某根本就唔值你替求情。我唔是要替伊求情，我只是做一个后生应该做的代志。阿姨，我求你。你若真正要杀，你就杀我！我用这条命，现生我幼爱温情。过去，你救过我2摆。好，今仔日我就害你这个人情。为即马开始，咱2个互相无相欠。周玉芬，你若敢搁伤害我的亲人，我绝对会亲手甲你刣死。只有，只好迄个你伤心来查某人刣死，你知无？我实在想袂到，竟然搁一摆反背我，暗中救走迄个恶道的查某人。对啊，我是为只哦怕你这个无负责任的老爸，即马是为我家己怕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。有哥，我一直咧忍耐你的所作所为。是因为我爱你，我爱咱这个家。啊，不过你为着这个查某，一再伤害阮母仔囝。你听我讲，就有份处处咧伤害你，你搁一直咧维护伊，实在真让我失望。有哥，我知我亏欠你真多，实在真是的。不过，我只希望。你帮玉芬一条生路，好不？你一条生路，今仔日我放个这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假使我若万来一脚无，你都无命，你知无？我想要周玉芬受到伤害，那安尼，我甲只有受到伤害，这个公道要找谁去讨？今仔日的所作所为。彻底拍醒我的人，压碎我的心。高嫂，我一定会。今仔日的所作所为，彻底拍醒我的梦，压碎我的心。高嫂，咱行。玉芬，玉芬，玉芬。
伊对社长对阿姆的感情也是真深。王志强，我实在足感谢你通知我叫阮妈，不过这并不代表你会当管我的代志。前一阵啊，你有想阮安较唔着理智，因为即马一切拢过去啊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你的心理障碍，重新振作起来。我唯一的心理障碍就是你。我唔知你对我的挽回，什么时阵才消除？因为你永远拢是我的结拜兄弟。我只是希望你会当振作起来，行回正道。今晚最后的愿望，我希望咱会当做伙去完成。唔是每一个人拢有咧选择家己想要起来。假使你换做是我，你就会安尼讲。你应该负的人是佑可，不是我。但是，人在拥有的时阵，往往唔知决定想，一直到失去的时阵，才知影伊的珍贵。到迄个时阵，就算讲你想要用家己认为上较宝贵的性命去做到。我已经袂赴啊！你只通目睭紧紧，看到因为你的眼睛消失。刘坤，你是想要讲啥？你应该在药膏身躯边，不是在这。你知影，我在你的眼中看到啥？好想自私啊！只知影家己要爱啥，煞袂记咱的所作所为，对咱周围的人造成偌大的伤害。我实在将我的魂，想要天公伯下报应，报在我的身上，特别爱我的金，我去付出代价。做唔到代志的人是我。我的囡仔是无辜的，受到报应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唔通安尼啊，玉棍，唔通安尼。做唔到代志的人是我，应该受到天罚的人嘛是我。我为了要得到你，不着手段，甲金甲毁掉，害金甲家破人亡。不过即马。我连药可嘛伤害着。当年逃亡日本，若不是药可的老爸收留我，若无今仔日的我，玉芬，我就是无法度甲你放袂去。你对我好，我知影。不过咱两个人拢做出伤济忘阮背去的代志。你辜负到药可的老爸对你的救命之恩，你还阁欠药可一份情。安那我辜负到万山对我的爱，我一遍搁一遍，压到我对万山的心肝头插落去，伊煞一遍搁一遍原谅我、包容我。我从来唔知影，强了下的滋味是这么的沉重，但可我担袂起。这个人我欠万山的，永远都还袂完。那是你，我感觉欠兵万山，抢了迄两囡仔大汉的温情。 ，
紧回去，啥物都莫搁讲。你现做真济你想要做的代志，也不过你煞无做你应该做的代志。你应该选择的人是佑哥，而不是我。耀文，唔通离开我，唔通离开我。那我更加说，你看见那个佑哥的身躯边，千万唔通去错在一起，我莫甲离开。耀文，耀文，你迄倒，我陪你去，咱做伙离开这个是非的所在。我是一个歹决定的人，我所带予你的痛苦甲折磨，敢还阁无够深？我会欠你真济，这个我永远都还袂完。我不想要阁增加我对你的亏欠。你唔通安尼讲，我唔捌怨叹你什么，你也无亏欠我什么。过去所发生的一切，我都是甘愿来替你承受。吃了我离开，咱两个你如何是如何，较袂让我去伤害着你。金田，我一直无机会甲你讲一声多谢，甲甲你回一声谢礼。要那安尼，你什么都莫讲啊，只要你好好对待金庸就好啊。我知。金庸这个囡仔，也较关心，较费心，加去了解伊的心情。我会。我一定会跟在一起，我一定会红粉在一起。刘国阿姨，恁茶啊。金庸，我以前一直放袂落心内对你的怀疑，是因为我认为你出卖家己的妈妈，是为着要得到伊岛集团。不过，我看你最近的表现，我已经改变对你的想法。以前是我唔好，我看袂清楚我家己，我总是认为我家己就委屈，我前后计较。其实迄是因为我自卑，即摆想起来，感觉家己足幼稚。我过去嘛看袂清真侪代志，但是我即摆袂啊。金庸，你放心啦，我袂阁怀疑你啦。阿姨。是嘞，唔免。这个小牌杯啊，敢可会当互原？啥物拢免阁讲，咱的夫妻缘分已经尽了。有可，你听我讲。我已经打电话给我倒上。有可。既然咱缘分已经尽了，该解决的代志就彻底解决。有可，这是咱夫妻私底下的代志。敢特别迄心平气和坐落来好好讲，一定要劳烦到学倒上。无啥物好讲啊！
毋是无互你机会。过去，我一直想要做一个无声音的查某人，忍受无限期的等待，为着就是要保全这个家。不过，我即马后悔啊！塔罗，你是毁掉这个家的人。我煞讲甲，就是只要我委屈求全，耐心等待，就会当换到你的回心转意。不过，我的委屈甲等待的结果，佮得到啥物？只是互我看过的清楚，我家己有偌尔啊误。玉扣，我知影我亏欠你真多，我嘛知影我做唔到真多代志，但我你莫佮讲落去啊！拢已经上班啦。玉扣，请你原谅我。不可能。玉阿姨，爸爸都已经认唔对啊，你着搁原谅伊一届。这件代志唔免你插手。我甲伊都家族的温温婉婉，应该有这个了断的时阵。你派人出山外学倒啥？佮想要用车甲弄死？你误会啊！我绝对无做这件代志。你真正是无情无义的禽兽！这件代志真是唔是我做，我若真是要杀乌鸦文，敢会无留后步？恁就唔惊，惊袂出这个大门。敢讲，咱的身躯边连一个信任的人拢无啊？其实我有想到一个人会使利用啦。你是讲金庸？个人的土桥，一双孤单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拉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小无，伊个心情茫然度。こ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。徛在林下沙漠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。着无奈的离开，才知自己的错误。又在连写一路，站站起诉，重点是觉悟。呼噜萨托，呼噜萨托，你永远是我做的美丽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。野球黄昏全体演员伫遮，甲大家拜节早年，祝福大家新年财源滚滚，好寿临门。大家初买会记住，正月初六都是2月14，后礼拜二暗时8点，一定要准时收看。野球黄昏有上新的剧情，上精彩内容，要带大家哦。野球黄昏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鸡年大好运。